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日咱要讲的话题呢，小像是这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那么咱这一开始先来听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4月中以后，那疫情有分2种情形，一种是趋严峻，一种是趋舒缓。如果是趋严峻的话，当然5月1号我们是建议中央要采取更严格的方式来管制，不管是管制入园，或者管制停车，甚至管制戴口罩等等的这个防疫作为。那如果疫情是趋缓的话，那当然对于户外的，譬如说风景区景点的譬如说人流的这一类的管制，可能就比较似乎是可以考虑一下。那但是对于夜市、餐厅或者是这个酒店、舞厅是不是要维持高强度的管制？这部分我们还是要尊重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做法。总之，相忍为防疫，大家希望说大家能够谨慎小心。那对于受管制的一些行业包括一些各行各业受到管制，影响他们的收入，影响了这个部分，还有包括他们的薪水这部分，中央也要适度予以补偿。这点是依据我们防疫特别条例的精神以及预算下去做。那这点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做好。总之，希望把个人的损失、企业的损失降到最低，也希望把这个疫情压了下来。那这样子的话，那防疫阶段的第2回合才可以说胜利。要不然的话，如果疫情急转直下，坦白讲，以欧美各国来讲，很多国家事实上在当初还是0确诊的，如果短2个多礼拜就变成3位数甚至4位数的确诊数，所以我们真的是不可以这个掉以轻心。那么讲到这武汉肺炎新冠型病毒自从开始这疫情严重了后呢大家拢足惊吓那么对着咱一寡产业伊的冲击嘛足大，尤其是咱观光产业因这个对因的来讲损失上大你来看有一寡像旅行团他们现在都不能出团等于他们现在是零收入啦那么包括像这饭店业者啦跟观光有关系，都受到很大的冲击那么在今仔节目当中呢，咱来讲的就是讲咱市政府因应着咱这观光业者要安怎来保障着咱观光业者因的产业莫在这个疫情当中呢受到上界大的这个应用啦那么在今仔节目当中，咱来邀请到咱观光局长郭正惠郭局长来跟咱的乡亲朋友咱做伙来探讨这个议题。局长你好。主持人你好，咱的电视头前的咱这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局长，我姓郭，我叫郭真惠阿惠啊，真惠。是，那么讲到这武汉肺炎这疫情上严重的，就是咱的观光业者你要看我看一寡要出国去旅游的这旅行团他们几乎今嘛拢是休息在那边也等于是好像失业当中啦对因的冲击就大另外就是讲咱市政府管辖的这个范围内底咱台南市有一寡像这饭店啊，是讲民宿啦像迄天我一个朋友伊都有开民宿伊有一天摕迄个手机我看，伊看了我讲，他的住房率好像降低很多啦这是因为这个疫情互因做大的这个冲击但是咱伫市政府的部分我知影讲，咱除了讲保障民众的这安全健康以外，咱对着这个观光业者还是咱这个饭店的这个业者希望嘛讲会当保障莫讲互因伫这当中损失会严重。那么在这当中，我知影讲，咱市政府对着这饭店业者，因有一寡辅导的这个政策是不是？请咱局长跟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是，咱其实伫咧咱遮的旅宿业者的部分讲实在话啦，旅行社、旅宿观光产业真正是观光产业啦因为真侪人就是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关系，伊都要
惊吓，无爱出门啦。啊，当然咱台南吼，其实是观光有哪占真大一个部分咯。啊，我一来我2月3号到临了后，我就讲我一到就是开始咧抗疫甲防疫哦。啊，咱要安怎吼，互大家会当安心来甲咱台南吼，佮继续吼会当来接受咱遮个咱的旅馆呐，还是咱的民宿的这服务吼，其实一个重点啦，就是咱负责伊，互因紧来做，甲这防疫的这措施吼来做一个落实啦。啊嘛，真感谢咱的黄伟霆黄市长哦，伫咧第一时间吼，伊就甲配合阮观光旅游局吼，去甲咱这个台南的大圆皇冠饭店。来看因到底是安怎来做这个防疫哦？比如讲，咱来清洁消毒的部分咱来做一个这个次数的增加另外就是讲，入去甲饭店咱就会当看到讲咱这的服务人员大家拢有挂喙罨，搁有甲你量额温甲你。望看卖你到底几度？另外就是这酒精的消毒的部分拢做甲真落实啦。再来就是讲阮阁有去看这个咱的精英咱台南真有名志玲姐姐结婚的这个饭店，台南的精英酒店伊文做甲足彻底的伊甚至讲你入去你伫咧房间，你若有啥物需要你毋免含伊的工作人员接触，你直接。因有一个真薄的机器人你就会当含这个机器人来做一个 order， 就会当真顺利的当得到一寡饭店的服务。是，所以这与时俱进啊这么电脑化互民众来到你的这个饭店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跟过去不一样的一寡这个设施啊。那么就是讲咱这个疫情开始了后，当然难免这饭店呢，也是讲这民宿因一定拢会降低这住房率啦所以这业者因会当讲是叫苦连天那么伫这部分咱市政府要安怎来协助因应这个问题？是无毋对确实就像咱主持人讲的咱即届伫咧饭店甲民宿业者其实受到的这个冲击上界的尔大所以中央阮地方政府咱台南市政府配合咱中央的政策阮有设一寡，比如讲阮足紧第一时间阮就成立这个辅导的小组来要做啥物工课咧？中央政府伊有每一个工协会比如讲旅馆。旅馆同业工会，咱有2个旅馆同业工会甲有咱的民宿协会，甲有旅行社，咱的这个同业工会，甲咱的温泉业者的这个协会拢总加全部的这个工协会因会当来办这个一个提出300万，会当服务到咱的，互咱这个。即马长好嘛较无生理嘛，互咱的员工会当来上即个课阮观光旅游局做啥物工课咧？阮来辅导因来甲即个计划送互中央，互因顺利会当来做即个计划。另外咧，阮阁甲一寡，比如讲咱有一寡交流参访，即个计划内有交流参访嘛。阮用咱的市政府的预算咱来协助这个业者会当来伫咧即个交流参访的时阵伊有会当得到咱的一寡斗相共。安尼会当互因伫咧行政的费用较降低，咱受训的人会当更较侪，因为1点钟伊会当摕到158块的这个补贴，伊若上满120点钟的话，伊就有18960块，会当来摕到这个补贴其实这是阮伫咧这个旅馆民宿的部分阮有特别来做的再来就是讲阮阁特别针对这旅宿业者咱市长有足紧张。希望讲会当互因较侪斗相共趁这时阵咱人客无遐尔侪，咱嘛会当来做这个品质提升的计划。咱一个计划是一个业者会当来申请20万，咱条件嘛放宽，放较松因为中央是一定爱来做这个无障碍设施甲咱的清真认证，咱台前市政府，咱市长的版本毋免，咱黄伟哲市长的版本毋免伊就直接一档来你毋捌申请过，你要来做，比如讲你要换你的。迄个马桶免治马桶就日本人，像这个穆斯林的人，伊来到台南伊爱用这个免治马桶，咱就会当互伊提供这个20万这条钱，互伊会当来换马桶，来换伊的地毯，伊的卡垫，这全部拢会当来换。所以人讲危机就是转机啦虽然这么疫情互一寡业者可能因为这个。
疫情的关系，哈，啊，伊的生意卖起啦，还是讲吼，这个收入减少，但是有当时咱来用另外一个角度哈，去转念一下哈，利用这个时阵，比如讲，或许你定义是失业哈，可是你这个时阵哈，你再去进修自己，去加深自己的这个内涵啊哈，嘎嘎的建造的更有。以后能够去面对更多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咱增加家己的这内涵了后，以后若是讲疫情结束了咱无定着会当互咱的业绩赶快接轨，然后呢让这个咱的住房率更比其他的人更提高也不一定啊那么第这部分就是讲咱疫情的关系，有当时呢，如果你讲要叫你当个逐工拢关在厝内底，好像有点闷太久，有时候能够闷久了也会闷出病来了所以也是要出来身心舒展一下安尼出来外口行行打嘞安尼互自己调试一下啦那么咱台南市本来就是一个观光景点上介济啦而且咱嘛是以观光作为我们最大的这个骄傲伫这个当中就是讲。疫情的关系，咱是不是比较适合这个配合疫情的这个关系咱有一寡什么景点适合伫这个疫情的这个当中咱民众来这个所在佚佗啊，是不是？请咱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是是安尼因为市长最近定讲一句话啦，产地甘水的过冬来过冬啦甲身体练用咱刷落来会当迎接咱若是疫情若是过去咱就会当来。大施展这个骹手这是大家的期待啦。所以健康的这个部分嘛是一个重点大家即马除了讲家己的内涵充实自己的内涵以外家己基本的一寡，比如讲咱即马新的一寡科技啦一寡应用啦，你会当趁这个时阵较早无用嘛。即马小可有一点淡薄仔时间咱来上一寡课另外咧，咱若时间有的人。咱可以当从啥？咱会当带咱的厝里的人做伙去外口来深呼吸啦。所以阮观光局即阵我拢讲迄种叫抗疫景点啦。咩讲抗疫景点，就是讲你若到户外去其實若邊仔拢無人你就當好好深呼吸嘛。所以阮最近就有塞一寡衫，因為拄啊好春天的這個季節大家會當來看花，春暖花開，春暖花開，所以阮就有比如講有塞這個木棉花，有塞這個蜀葵花，還有迄個花旗南洋木，就是咱迄個南洋花旗木就是咱講的這個泰國櫻花，還有咱這個咱的這個一寡刷落來阿波勒，台南其實足精彩的啦，所以大家毋免講攏佇咧厝裡有當時你行出來較風格，迄個較野外的所在，較高區的所在，咱有一寡像花，水的花，咱來看心情嘛會較輕鬆。來個有一寡綠色步道，像咱今年上新的佇咧市長的這個支持之下咱的新娘家溪北有一個長盛園區這嘛是真水有那得到真濟媒體的這個報道啦像這綠色隧道嘛是大家真會當來看的另外就是講咱的這個農村咱有一寡。經典小鎮啊，比如講咱後壁，嘛是有這個經典小鎮啊，咱的新華上新呢，今年打得獎的這個新華經典小鎮大家嘛會當來行行看看來，若是講人拄着較濟，咱就甲喙仔掩起來，和人保持一個距離的佇咧室外就是1公尺，室內就是1.5公尺，若遵守這個原則其實大家嘛是會當小可放鬆一下，佇咧。來戶外來行行來看看，嘛是真好啦。是，其實透過咱這節目我們這個節目也有達到功能因為我也記得好像上個禮拜我們才播出的是他都話咱局長在講的長盛營區我們是請那個地震局長來談因為那是屬於他們的業務那麼嘿，講完了結果那天我剛好在美容院洗頭然後那個美容院的老闆娘就剛好也打開電視來看看一看，他說這個所在美辦就聽我們在介紹，他說不錯不錯，我昨天再去洗頭的時候，他跟我說，我有去啊我有去長盛營區他看呢，然後他就一直在那邊講自己的心得還有他說，是不是我們那邊可以招商然後他也有滿滿的這種
建议的，就讲吼，咱市民吼，有时候加入在这里面吼，大家就是说，不是讲他基金会在做行规哈，我们市民哈，好像大家一起来了哈，这是并且讲吼，咱共同要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都希望讲咱的台南会当愈来愈好。啊，好多个局长给咱介绍，家里那这些所在哦，就是说，当然啊，这个疫情哈，大家尽量就是不要在室内，但是哈，咱台南市哈有做这户外可以去的地方哈，啊，都啊。局长在讲的，像今嘛是春天哈，春天春暖花开，花开遮尔那水哈，我们不去看它好像也有点可惜。但是咱就是要吹的时候注意一寡哈，咱应该遵守的一寡哈，这个礼仪啊，就是讲哈，咱防疫的一寡要点啊，哈，多咱讲的大家拢知啦哈，挂口罩嘛哈，啊，搁有啊，咱的保持咱的距离啦哈，啊，洗手啦，这些其实我们都做好的时候。就是可以远离这些疾病了，就是说，那防疫也就很可以做得很把关，做得很严格哈，安尼跟大家拢会做放心啦哈。那么就是讲，透过这个疫情，好像把我们的生活节奏都改变了哈。那像他说，我有讲，以前咱台湾人挂口罩习惯啊，但是对国外人哈，对外国人因干嘛讲挂口罩，然后我们在媒体上还看过说有人挂口罩被打，可是后来他们会觉得说，挂口罩其实那是一种自我保护嘛哈啊，咱的生活节奏都变了哈，因为像咱以前吃物件，像咱台南市小吃很多，咱美食最多。那么有时候我们常常到外面去这一摊吃一次，那一摊吃一次，这一摊吃一次啊，但是因应这个武汉肺炎，好像生活形态改变了，基本上好像外送。外送变成很发达，基本上打开变成直接出来在这讲，好，他可能就是说不方便出去外面的餐厅吃啊，或是跟小吃店吃啊，然后呢，他们会请外送帮他们送到家里面来哈。那么这个外送现在变成发达哈，但是这部分我在想，局长咱。观光局家应该嘛是有这几关防疫的这个措施啊，要让他来辅导业者哈，因为毕竟业者他们也想要做了哈，但是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地方要遵守啊，什么地方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么咱政府家就会给他们一些辅导。是，其实嘛要甲乡亲朋友来报告因为。市长嘛足关心咱这做餐厅的业者的一个伊的生计所以我嘛开始想做一个办法的，比如讲阮甲这业者甲结合起来拜托因来参加啥？拜托因来参加阮一个安心宣言啦。希望就是讲阮的一寡防疫的措施咱做了落实，做了踏实，互民众会当来感觉咱家会当感觉你做大心的，你做互我做安心的，所以阮有杀出一个安心宣言以外阮阁有一个养生安心餐这全部弄做。阮个内面阁有铜板价起跳就是讲咱的民众若确实讲伊唔敢来餐厅食饭，感觉哎呦这密闭的空间安尼感觉怪怪不要紧。你嘛是会当甲物件叫的，用电话先来预约。阮伫咧网络顶管阮的迄个观光旅游局，阮有一个mythainan.com顶管，阮有甲这个业者有来参加阮这个安心宣言的这个业者来做一个迄个登录大家若要订餐你得当伫顶管直接卡互因你得当来甲订阮即马有提供啥物货？阮有外带的服务嘛有外送的服务外送的服务除了讲即马大家知影的这个外送平台以外阮阁有咱的台南的这种台南队就是讲甲大家结合起来，阮和交通局合作甲咱的客运车嘛有咧甲人送餐这可能大家阁唔知影所以真侪做法就是讲咱来应着咱的这个乡亲朋友若万不如讲我今仔日分段我谈处理无想要处理阁为了防疫规气就宅在家不要紧。电话徛起来养一下，迄边的餐厅甲你接单，伊就去送到恁厝所以真侪方法阮拢一直拍拼咧做另外就是阮阁含即个全世界真有名的一个叫做 Klook 的即个业者阮嘛有含伊合作希望讲用即个数位转型大家网络即马长夯嘛大家毋敢出去用手指消费咱点就会当去买物件阮若含即个网络业者合作因为咱是一全台湾阮是台南市政府第一个含伊合作的伊会提供一寡技术提供一寡做法互咱在地一寡业者会当来做数位转型嘛会当互大家要外带啦还是要网络订购啦给一个方便的平台
那么我们补充一点哦，就是讲，他说咱咧讲的这饭店的业者是啊，我们好像有一些优惠的这个方案，是不是嘛？就这个机会，请局长给咱的乡亲哦做一个介绍，好不好？是，其实咱的饭店哦，因们啊是为了要加入我们的抗疫队伍哦，所以咱即摆有2个做法啦吼，一个就是讲哦，你若是讲有居家检疫的人伫厝吼，居家检疫，啊，你嘛会当甲。你着规家伙啊，比如讲我居家检疫，啊，我剩的阮翁啦，是阮囝啦，吼，阮婆婆全部都去饭店住。迄上上吼，一个房间400块的嘛有吼。哦，对。啊，还有另外就是讲吼，咱的业者吼，为着这个防疫期间吼，因拢提出一寡较特殊吼、较优惠这个方案吼，真俗啦，啊嘛，真服务嘛真好，啊，还有一寡迄个餐饮的折扣吼，啊，我想这拢是为着吼咱。服务咱遮的乡亲朋友吼，啊，咱的饭店业者吼，啊，大家做伙来做的一个工课啦。听说哈，这一次那个防疫啊，就是武汉肺炎的这个管的应用啊哈，我知道好像说那个房车哈，它销售的业绩哈，说3月份比那个2月份多了30几%，就是讲毕竟做这样去买车啦啊，而且哈，好像说防疫，因为武汉肺炎好像一个最大的优点的是油价降低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哈啊，车市好像变得比较好了啊，但是有能力买车的还是有能力买车，没有能力买车的人，他们还是要去搭公车啦哈。啊，所以呢，在这部分哦，咱怎样市政府也是帮我们做了一个把关嘛哈，一个健康安全的把关哦。等于说像在观光的这个公车啊，那么在这部分我们好像也是有一些措施哈来保障咱这个乘客伊的安全。是。这嘛是趁这机会，当来甲主持人甲乡亲朋友报告的，就是讲吼，像阮的关巴吼，这8899，咱的乡亲朋友其实应该嘛常常伫咧台南市的街面吼看到因哦。啊，咱这个巴士吼，过去吼重点就是观光啦，啊，其实嘛有一部分有那是咱的交通的需要啦。啊，咱即马就是要求讲吼，咱的司机吼，伊一定要做这个健康的自主管理。啊，这个健康自主管理要安怎做咧？伊的重点就是讲吼，伊吼上班进前，伊要量测体温，吼，伊的体温伫咧咱合格，就是爱额温吼要37.5度以内哦，阮开当互伊去上班。啊，第二就是讲吼，伊爱挂驱篮吼，他要戴口罩，他必须要戴着口罩才能够上班哦。还有随时吼，阮的车吼。每4点钟，我得消毒一道，整车消毒，我用漂白水来做消毒哦。啊，所以哦，这个方方面面的措施哦，就是希望讲哦，咱的乡亲朋友哦，当哦莫惊吓，啊，咱的防疫哦莫有这个缺口，当哦大家一个较安全的环境。那么哈，就是讲咱当然啦哈，在这个武汉肺炎发生了，有一寡业者哈，他们真的是受到冲击啦哈，啊，因的收入嘛减少啦哦。那么在这方面啊，咱市政府也是有一些措施哈，帮因纾困啊，或是讲哈，希望讲有一寡什么振兴的这个计划哈，是不是嘛？借着这个机会，咱决定给咱这业者哈，给他们一个打气一下。其实哦。迄个即马到做到这样时吼，阮拢会讲的拢是纾困的计划较济啦，因为大家都我听讲真侪朋友就是哦，2月、3月勉勉强强哦，啊到4月了后，真正就是寒冬比较严峻的时阵哦，啊佮有那全世界疫情哦，大概每个国家的元首都在做紧缩啦，啊毋过吼，阮伫咧这个情形之下吼，阮其实嘛是杀真侪活动啦，比如讲阮这安心外送餐哦，阮刷落来，阮嘛会含业者吼。继续过来杀，啊，阮会去招愈较侪业者做伙入来，啊，阮嘛有拍算讲吼，要来针对这个业者吼，我们来做一寡迄个行销的工课，因为若是外带外送，啊，你若来甲阮消费吼，其实伊嘛是对伊来讲，伊的生理嘛是有帮助啦。啊，像这咱的这个旅馆的部分哦，民宿的部分哦，阮即马就是希望讲哦，无毋对，这个时阵哦，是大家拍拼，爱来这个研习吼，爱来家己的功夫练得更好哦。啊，讲这个时阵，我嘛希望讲吼，时间若疫情若较过去吼，阮嘛是会带大家吼来国际来做这个行销啦。阮今年本地有拍算讲哦，要带咱遮的观光的业者吼，要去咱全世界有6个国家要来做重点的这个宣传哦。啊，毋过即马对着这个疫情的关系哦，较无法度。啊，毋过若是疫情较松，还是讲疫情过去啊，
阮这计划嘛是会照常来进行哦。阮的重点会放在对咧，台南市一直来讲人拢讲体质真好。那日本的人客、散客咱的这个韩国的人客越南的人客拢来了济，飞来咱遮飞来袂少所以阮个做一个计划就是讲咱的计程车司机阮煞来嘛会做一寡，比如讲英文的训练啊，甚至讲咱日文啊、韩文的这个训练阮拢会来做。这拢是希望讲刷落来，咱会当迎接到咱的旅客愈较济来甲咱台南，会当得到更较好的服务的品质。是。那么我知影市长伫这段时间伊也做拍拼为着这防疫做这侪工课是不是？也透过这个节目跟咱分享一下市长他的一些看法。市长其实市长伊当然嘛是用咱这个中央所有的重点拢是咧做这个咱这个防疫的这个措施啦伊嘛拢期待讲咱的台南市的这个各个局处首长伊会当各有一寡较创新创业作为啦，比如讲咱伫咧菜市仔。伊其实上定去的就是菜市仔甲夜市伊希望一方面希望讲咱遮的乡亲朋友嘛是继续会当好好做生意一方面嘛爱保护咱的乡亲朋友嘛爱互因会当有一个较安全安心的一个消费的一个空间所以伊嘛是搞互咱遮的迄个咱市场遮的上班的人有一寡无共款的，比如讲有一寡比如买物件的时阵，伊就有一个透明的罩你市场时你会看到一寡透明的罩，嘛是希望讲爱大家这个防疫的部分会当做了较好势。像阮观光旅游的部分嘛，伊嘛拢希望讲咱伫安怎的防疫咱做了较要求。较严格伊拢常常讲料敌从宽御敌从严咱虽然讲嘛是爱加减杀一寡咱遮的即个，互人大家来消费毋过咧，伫咧消费的即个时阵呢，嘛希望讲即个防疫的工作爱做了确实落实这是伊市长对阮上大的一个期待啦。那么今仔真感谢咱观光局长来到这个节目当中甲咱的乡亲朋友报告咱观光产业咱市政府对因的一寡这个做法，互因会当安心啦。最后咱局长感觉有啥话要甲咱乡亲朋友讲？是安尼就是讲咱其实伫咧即个艰苦的时阵我总嘛是讲寒人会过，春天总嘛是会来。虽然讲咱即马刚好是春天毋过对业者来讲是较艰苦啦。伫咧即个中间其实中央政府嘛是拨真侪，伊足紧骹手有足紧有做足侪计划，有用足侪特别预算要来甲大家斗相共咱台南市政府伫咧黄伟祺市长的即个主政之下其实伊嘛希望讲阮伫咧即个防疫的措施顶悬会当去帮咱的民众加想寡，比如讲咱即个税的部分较有法度会当互大家更较轻松的比如讲咱的一寡古迹啦咱会当咱的景区啦，会当互民众有一寡受到损失的，比如讲你本地有机票的，还是你本地要去旅行社参加团的，你的退票的，这个收据你若退来，你得当来换咱台南市的这个那个退票换那个门票这个活动像这种种的作为的，就是讲咱虽然咧防疫大家嘛是会当小可用较轻松的心情来面对这个防疫。咱防疫做好势，心情嘛要放好轻松嘛唔通规工屈伫咧厝内面，安尼嘛是会破病的所以讲安怎取得这个平衡嘛是定定市长伫咧阮咧开会的时阵，我今仔透早拄好是市政会议嘛是真紧张的一个过程因为市长拢会要求讲阮安怎来做，像即马今仔日上新的就是咱释出这个劳工的一个安心上工的一个计划这种种的作为呢，就是希望大家会当伫咧防疫的期间嘛是会当安心啦。多谢大家。是，今仔感谢咱观光局长郭局长咱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谢谢，我们下次再见。谢谢。